嗱，相信唔少嘅老街坊咧對廣州恩寧路嘅銅戲堡咧，昨天多寶街辦事處在金聲電影院展出寶盛山煙氣象員的明星和安置私家車有一齊嚟唱翻一首屬於廣州人嘅歌，我哋唔講咁多，我哋唔使囉嗦，廣州文化絕對經得考驗，一直傳播。一齊嚟唱翻一首屬於廣州話嘅歌，我哋一齊拍和，唔講波拋貓科，緊靠住珠江河，睇住萬家燈火，相信廣州話一定要繼續開花結果。我嚟話你聽乜嘢叫做廣州話，9個聲調1000年歷史，絕對係冇花冇假。我唱呢一首歌唔係想嗰啲乜叉乜叉，只係想講粵語始終代表住廣州文化。雖然話而家好似搞到度度傷疤，但係呢個羊城一直都係我哋嘅家。唔理係多達啦，定抑或充滿風沙，只要同心協力，一定會再見到木棉花。2010亞運就到，我哋都需要知道，嚟到廣州呢度學兩個粵語都真係幾好。問水濕滯孤寒度出普通話點表達到？廣州話學得好，多得我老豆老母。東山洋樓西關大屋仲有機會睇到，而家宵夜仲開咪去翻恩寧路，家陣行多2步都唔知身處邊度。如果連廣州話都冇埋，唉，點算啦啦，一句一句的唱出廣州話，一秒一秒的看廣州變化，英語普語穿梭這鬧市下，請不要忘記它。一句一句的說出廣州話，請你不要倒氣說它老化，請真改變充滿這大西海，這種說落人吧。住咗20年，突然諗翻起以前，屬於我哋廣州真係幾大轉變。3歲嗰年住喺惠福西路旁邊，蛇羹同牛三星令我相當懷念。後尾搬咗去中山4路住騎樓，天美食至美七就喺我屋企門口。一個係快餐先驅，一個專賣醬汁豉油，但係今時今日依然避唔開俾人拆走。係咪搞好市容實要拆遷？辦好亞運真係唔拆唔掂。啲新聞仲報道啲工程用咗幾錢，用幾錢又點啫？你哋又知唔知道？而家拆遷唔應該叫整飾，因為佢拆走晒我哋嘅回憶。家陣講廣州話都仲要俾人挑剔，我真係想知你哋究竟受咗啲乜嘢刺激？冇噶啦，冇啦，呢個西關冇。呢個西關俾晒佢噶啦。佢講嗰個係普通話嘅啫。識講啊，你又上咗普通話，潮州啊。嗰啲咕嚕嗰啲係識講啊。原來突然眨下眼已經過咗20年，以前嗰條養雞村遲啲都拆成一片，每一年嘅宣傳都話1年1小變，變嘅好似係多咗啲公廁小便，係我哋要求太高？定係有啲人冇事揾事嚟做，有人仲更離譜，不斷堅持推普，又冇話唔俾你推，何必推粵語走向一條絕路？而家細蚊仔學校要講普通話，屋企唔講廣州話，難怪你叫佢借名，佢會話嚇。而家落雨大，家陣度度都水浸街，難怪外省朋友識唱嗰首。而家話度度都拆，連廣州話都要拆，街又要拆，最後變乜嘢風格？一兩巴選擇去改革。如果係咁拆咧，就即係變咗。講真，呢個地方經歷過太多滄桑，睇住呢條珠江，唱翻2句廣州兒歌。月光光照地堂，廣州話咁精彩，點會滅亡？用呢首廣州話嘅歌送俾我哋嘅廣州精神，勁啊！